的理工大学有一个服务学习的课程，其中一团就是来到台南的佐镇，教小朋友来讲英文。因为这嘛是疫情了后的第一届，学生囡仔拢真期待。 伫教室内底有3个老师用英文甲学生咧互动，同时教室内嘛有真侪人伫参观。因其实拢是香港理工大学的师生，这是因一个服务学习的课程。到台南的佐镇，甲在地学生上课互动。今年来20位学生文科系，因为这是疫情后的头一摆，对学生来讲拢真期待。就很荣幸可以再来这边，然后可以真的跟小朋友他们互动。那在线上的时候，其实是没有可能跟小朋友这样一起。 什么玩游戏啊，还是做到这么多？这摆因会去佐镇3间国小进行1礼拜课程，而且学生囡仔用伫日常生活中，就使提升英文的能力。就直接跟孩子们面对面做沟通，然后呢，用他们生动的语气，然后来教孩子们说英文。透过甲国外大学交流，和学生囡仔会使增进国际观，同时佫会使练英语。这对上访学生来讲，拢是一个难得的经验。 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